调这个部分，就是会有一些疑虑啦。当然有啊。各阵营有谁跟你聊过这件事？我不谈这个问题，不谈这个问题。那么我就有这种现象，有这样一个疑虑，大家很清楚。好，谢谢大家。院长，因为有人说，如果郭台铭如果没有过的话，可能会退选来参选。那你要去请教他，不是我能够帮忙回答的哈。那你觉得这样会不会把团结给又？现在都是假设性，好。好，院长，谢谢哈。院长，昨天跟郭董在那个饭店里面好像有巧遇，那聊了什么？聊了就是大健康产业的事，就是用生技加上这个电子，这个通讯，通讯的这些所谓的技术，还有加上我们台湾的医疗产业。医疗产业这样加在一起，形成一个台湾的大健康产业，这个就是未来这个一定可以呈现的一个造园产业。所以我们共同都关心这一块，也共同要力促这一块呢，能够未来能够帮台湾成为新的发展的一个这个大项目。好，院长觉得现在各阵营哪一个最焦虑？没有办法去评论，谢谢啊。